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2月初2，箴言4章11安尼讲：我已经指示你智慧的路，引带你行正直的路径。三甲来祈祷，指示阮智慧的路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活命的源头，你是阮所仰望的。伫你有怜悯甲恩典，阁有丰盛的慈爱甲信心。因为你最大，阁行奇妙的事。主啊，你的所做奥妙，阮袂会测度。你的意念极悬，阮袂会晓得。因为安尼，伫阮患难的日，阮要求救你，你的确要应允。主啊，求你阿耳空听阮，因为阮是困苦丧乡。求你保存阮的性命，因为阮信靠你。主啊，因为你已经指示阮智慧的路，引带阮行正直的路径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所做是奥妙，咱虽然袂通测度，总是伊已经指示咱智慧的路，也要引带咱行正直的路径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